呢個國慶又結束咗啦，即係所謂國慶啦。呢個所謂國慶，其實我哋作為一個中國人，應唔應該慶祝呢個國慶？或者講呢個國慶係國慶仲係國殤呢？即係每次到國慶後，就睇到朋友圈呢啲人啊，歡慶國慶，我真係唔知佢哋慶祝咩嘢。如果個國家你話國富民強咧，咁大家應該慶祝；國泰民安咧，應該都會慶祝。但係問題國富民強、國泰民安咧，中國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到依家70幾年，中國人得到咗咩嘢？咁多年嚟，好多人話睇依家高樓大廈係咪有小車、有高樓大廈、有咁多先進嘅嘢，即係嗰啲嘢唔係佢帶嚟嘅，係嗰個科技發展帶嚟嘅。呢個係縱向科技發展到依家帶嚟嘅。你話高樓大廈，其實非洲都大把高樓大廈啦，係嘛？手機呢咁嘅嘢唔係你發明嘅，呢個係一個科技嘅進步嘅成果。有啲人話講中國和平啊，中國安全啊，我都唔知你點定義呢個和平同安全。中國到依家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到依家嚇，應該講建政啦，70幾年打咗幾次仗，和平咩？就呢20-30年嚟打得比較少啲，但係小衝突仲都有。你話安全，你後生仔突然之間就腦死亡，係咪喺外面啲咁嘅青壯年突然之間就腦死亡？呢個叫安全咩？佢哋點解會突然腦死亡啊？唔使講，因為佢健康啊。有啲話講中國犯罪率低。咁當然啦，如果你都唔去立案嘅話，咁肯定冇咩犯罪率啦。但係唔管啲小粉紅啊點去讚呢個中國點好點好，但係有一點咧，佢哋真係唔會去讚，就係中國食品安全。其實係人都知中國食品安全已經垃圾到咩程度啦。就包括前一排喺上海幾百間學校食嗰啲咁嘅垃圾餐。上海啊，唔係普通2、3線城市啊，唔係上一次杭州啊，杭州飲屎水啫。但係人哋上海學生食咩啊？作為中國最大嘅城市，上海人成日自稱阿拉斯城市人即係喺佢哋眼中嚟講，除咗上海，其他啲地方都係新卡拉，都係鄉下佬。但係就咁嘅城市，佢哋啲家長咪佢哋啲咁嘅細蚊仔食嘅係咩？食嘅即係豬食啫，係嘛？即係講嘅只有芝士料，就係支持料啫。即係有時我哋要復盤下我哋即係49年到依家，我哋經歷咗咩嘢？其實呢個嘢係老生常談嚟嘅，係嘛？每年都有人講，每年到國慶嘅時候都有人講呢啲事情。但係咧，勝在我哋中國人嘅記憶真係好短嘅，就好似金魚咁得8秒嘅。過去幾年發生過疫情，依家已經冇幾人提起㗎啦。更加唔好講22年底嘅時候幾多人死咗，冇人去知，冇人去關注。即係你復盤呢幾十年所發生嘅嘢，真係全部都血淋淋嘅教訓。但係我唔知點解唔記得嚇。你要講依家後生仔唔記得係咪？因為佢冇經歷到嗰個時代。但係你睇依家嘅老年，即係嗰啲老人家，都係冇人記得嘅。即係人哋講中國人有句話就係即係好經典嘅。中國人記食唔記打，即係把你打痛咗之後，然後俾兩粒糖嚟食，係嘛？你就開心啦。其實呢2粒糖都係你身上嗰度攞嚟㗎，搶嚟㗎，搶咗你成包糖，俾翻2粒你就開心啦。49年之前都唔講咧，係咪講佢點對戰，點係同日本人，即係同日本人一齊打國民黨？呢個我哋都唔講啦。就講49年之後嘅事，即係大概復盤一下。49年10月份我哋都知係嘛？呢個所謂嘅偉大領袖喺個天安門就嗌咗一句係嘛？中國人民從此企起身開始就打雞血咯，中國人就打雞血咯。我哋睇下中國人係點企起身嘅。呢度咧，我主要講係大運動小運動咧，因為年年都有，我就唔講啲小運動嘅事情啦。先講大運動，第一個大運動就土改。土改嘅時候殺咗幾多人？包括多數都係企業家，有一個比較出名嘅企業家叫盧作孚，係一個民生公司嘅董事長。如果大家了解過抗戰史後，就知呢個盧作孚咧，當時係一個抗日英雄嚟嘅。佢當時喺宜昌大撤退嘅時候，即係挽救咗中國嗰啲咁嘅企業，把啲企業全部搬到安全嘅地方去繼續生產。即係外人都稱呢個撤退宜昌大撤退咧，就有啲似當時歐洲嘅敦刻爾克大撤退咁樣。就係一個咁偉大嘅抗日英雄，後面就變咗就點樣啊？就自己死咗啦，係嘛？死得不明不白。咁當時主政西南嘅時候咧，因為當時佢喺西南唔死噶嘛，就係鄧小平呢個後面稱為改革開放設計師。呢位所謂改革開放設計師咧，佢喺西南局主政嘅時候，即係據統計死咗200萬人。呢個和平年代啦，已經解放咗噶啦，好多啲老革命啊，即係辛亥、元順啊，都死咗。與此同時咧，喺50年代初，大家都知中國打咗場仗，呢場仗咧即係年年都攞出嚟吹，係話就抗美援朝。但係戰爭係即係喺朝鮮先發起嘅，係嘛？呢個係佢惹人哋嘅。但係我哋嗰啲我都唔講啦。抗美援朝，中國死咗幾多人？最後又得到咩嘢啊？佢依家公佈就話死咗差唔多20萬人，但係實際上止唔止咧？中國派出200幾萬嘅部隊啊！美國嗰度係派出30幾萬，中國200幾萬。就講宋時輪嘅嗰個兵團，當時打咗長津湖戰役之後，15萬人得5萬人嘅作陣，仲可以繼續打仗。你就諗下當時中國啲咁嘅當兵死咗幾多，而且係傾全國之力，係嘛？把全國嘅所有啲咁嘅能夠動員嘅嘢都往朝鮮嗰度送，然後最後得到咩啊？朝鮮到依家為止，到咗佢哋第3代皇帝，係嘛？即係朝鮮人嘅夢想仲係飲個牛肉湯，連飯都未解決。接落嚟幾年小運動就唔提，係嘛？到咗58年有大躍進，呢個大躍進就最把炮啦，係嘛？幾千萬人死亡，即係餓死幾千萬。但係喺大躍進喺59年嘅時候，大家已經餓到係嘛？餓到唔得啦。但係咧59年嘅國慶咧，邀請咗幾千嗰啲咁嘅外賓走過嚟參觀我哋嘅嗰個閱兵。呢度下面農村係餓死幾千萬人，但係人哋上面仲係喺嗰度繼續閱兵。有一個故事就係河南河南都係一個比較重災區啊嘛。四川、河南、安徽呢幾個都重災區。河南嘅瀋陽事件咧，大家人都好知係嘛？餓死幾十萬人。而當時河南主政嘅有一個領導人咧叫吳芝虎，河南當時3年時間係餓死成200-300萬人。但係咧有一次開會，毛澤東係點講㗎？毛澤東同個吳芝虎講：唔好因為犯咗啲小錯誤，就喺嗰度垂頭喪氣，就坐喺後面，你坐到前面嚟。即係你哋聽到未？餓死幾百萬人係個小錯誤。
另外一個人李景全就更加誇張啦，佢喺四川大佬，當時四川係餓死人係最多嘅，即係據唔完全統計啦，四川餓死係超過成1000萬人啊。但係59年廬山會議之前咧，即係人哋毛澤東嘅秘書田家英，即係後面自殺嗰個田家英，佢就同李景全講話，依家好多人餓死係唔係？人哋李景全係點講嘅？人哋講中國咁大，邊個朝代冇餓死人咧？即係人哋餓死成1000萬人，人哋個官位仲係咁穩係嘛？仲後面做咗個副國級嘅一個領導人，即係相當係國家領導人之一啦。人哋晚年啊去做過中國嘅人大常委副委員長嘅，後面又做咗中顧委常委，你睇係嘛？整死咁多人，一啲事都冇。好啦，然後又稍微平靜咗2、3年、3、4年咁，到咗66年，文革終於嚟咯。按照葉劍英講嘅，係嘛？佢內部人嘅知啦，係嘛？中國人有1億人俾整，你諗下計下條數，1億人啊，相對家庭嚟講，就應該有2、3億個家庭啦，係嘛？死咗幾百萬，死咗幾多人，就真係呢個就唔知啦，因為死各種死法唔同，係嘛？有啲係內訌死嘅，有啲係無道死嘅，有啲係批鬥死嘅，有啲係病死嘅。即係當時一個8億人國家，就有1億人俾批鬥，有幾多知識分子喺嗰個時候跳樓死，係嘛？然後即係跳河死、跳湖死。即係連彭德懷喺嗰個時候都俾打斷幾條骨，然後你睇下劉少奇喺嗰個時候死得幾慘，即係佢連普通人都不如。咁你覺得普通人當時嘅生活會點樣呢？即係講呢個時候捱咗足足10年，係嘛？等到嗰個所謂偉大領袖死咗之後，即係瓜老襯之後，呢個情況稍微好啲啲。呢個咧就多虧以華國鋒，如果唔係係嘛？你知啦，毛澤東死咗之後，佢個四人幫仲喺嗰度執政。如果唔係華國鋒，即係同佢哋有拗撬係嘛？唔係同佢啲路人係嘛？整咗四人幫，中國會有食即係又會食飽飯嘅時候咩？冇。接落嚟就改革開放，改革開放真係咪一帆風順？我哋睇下改革開放發生咩事情。80年代就嚴打，各種啲投機倒把啲咁嘅，仲有咩流氓罪，即係啲後生仔出去跳個舞，然後就俾打靶。有啲嘢咧，有啲人就攞啲嘢出去賣係嘛，翻嚟就投機倒把，又係打靶。而且當時大家都知個計劃生育，即係害咗幾多人，即係傾家蕩產嘅。我嗰個時候計劃生育其實90幾年都仲捉得好嚴咧，因為我記得我哋細嗰時睇到啲村入面啲婦女啊，係嘛？呢間屋尾下，嗰間屋踎下。即係佢哋陀嗰個細蚊仔時候第一胎嘅時候都唔俾佢哋生啊。後面我哋又睇到一個計生一個領導啦，佢當時佢講咗係嘛，一個計劃生育減少咗4億人口出生，係點減少啊？佢呢種減少多數都通過流產係嘛，直接把啲細蚊仔流咗，甚至有啲就把細蚊仔直接整死。其實呢十幾年嘅計劃生育發生咗咩事情？好多人呢因為冇仔又想搏仔啊嘛，然後生出啲女啊全部都碾死，有啲就直接浸死，即係完全係道德淪喪啊！即係成個國家無論係上面嚟同下面嚟，完全冇晒任何道德。到咗89年咯，其實學生識得反思啦，係嘛？因為胡耀邦死咗，胡耀邦仲係得啲人心嘅。學生喺度反思，然後咧舉行個天安門嘅遊行，結果點啊？人哋鄧小平直接就開槍，直接攞坦克衝過去。按照蘇聯嘅解密，當時喺天安門死人最少有幾千人，但係依家邊有邊個人知啫？喺就六四運動係嘛？呢個六四發生咩事情，仲有人知咩？好多人話學生先喐手嘅，如果學生真係先喐手嘅話，你就大膽咁講出嚟啦，仲喺嗰度收埋，仲死收埋咁唔講咩？然後咧後面過咗就到即係青蛙時代啦，係嘛？江澤民嘅時代。江澤民嘅時代睇起嚟咧就稍微平和啲，係嘛？畢竟冇咩戰亂，冇咩餓死人，但係咧幾腐敗，賣官就喺嗰個時候係最猖狂嘅。呢官火倒賣係嘛？我哋當時喺90幾年，我哋喺深圳嘅時候就睇到好多人啲咁嘅皮啊，所有軍隊啲嘢啊都可以賣出嚟。你就睇下嗰個時代，雖然有個朱鎔基係嘛，即係成日嗌住我要攞住棺材咩100口棺材，一個留俾自己，99個留俾貪官，有用咩？佢自己唔係咁嘅人咩？佢有咩才華啊？搞到中國係嘛？尤其係大裁員。90年代對中國人最傷係咩咧？係大裁員，幾多人落崗？就係呢個朱總理，所謂朱總理講嘅。當時大裁員之後，真係中國真係嗰啲咁嘅，嗰啲人真係冇嘢做。當時東北有句比較大家都聽過啲東北嘅唔好嘅嘢，就有啲人啊踩住個單車啊，搭住老婆出去嘅時候啊，知人哋就會諷刺佢：你搭住你老婆做咩？因為當時喺東北河，因為嗰啲人落崗冇辦法搭住自己老婆出去賣，所以呢都上咗年紀東北人都知係嘛。當講出呢句話嘅時候，你車住你老婆出去嘅時候，呢句話係好傷佢哋嘅心嘅。呢個情況到咗02年入咗世貿。中國嘅呢個情況先稍微好轉啲，當然呢個入世貿都係呃入去嘅，係嘛？先上車後補票，結果咧票都未補。02年到08年確實嚟講嗬，應該係比較算係盛世之一啦。但係得幾年啊？得6年，咁你滿打滿算得6年。你要增加又得，你增加到15年股災之前又得，頂多日只不過係10年出頭。再係呢10年出頭咧，大家嘅生活咧稍微就提高咗。喺言論方面咧，啲壓制咧亦稍微輕啲啲。即係我哋10幾歲嗰時，零幾年仲可以上過 Google， 即係但係好景唔長啊！仲有呢10幾年時間，結果就悔講反照。到依家又嚟一個偉大領袖，呢個偉大領袖大家都知佢個嗰度朵係嘛？佢個朵就加速師，乜都加速。一上嚟15年就股災，股災之後咧房地產嘢就開始泡沫，然後到咗19年底就最嚴重啦，就係一個武漢肺炎。3年時間啊，呢3年時間大家係點過？其實大家諗下係點過嘅？日日係嘛走喺外面排隊，俾人捅過個喉嚨，日日俾人即係戴焗住個口罩，日日焗住個口罩，呢度唔可以去，嗰度唔可以去，喐唔喐就封村。封村嘅時候你連個食你都冇得食。其中咧就打疫苗，後面又話整個疫苗出嚟俾你打1針、2針、3針，結果打咗之後咧，呢啲人係咪搏命衝過去打？唔打就唔准你上班，唔打唔准你讀書。打咗之後到咩結果咧？有幾多人身體撐唔住？幾多細蚊仔又白肥？
講真，我係冇打，因為我當時我覺得呢個唔符合邏輯，所以我家人都冇打。當時佢哋都講啦，你細蚊仔唔准讀書喎，到時唔打喎，然後你老婆唔准去上班，我當時開緊店啊，你唔打你唔准開店，但係係咁撐落嚟，即係死我都唔打。甚至其實好多人都唔知可能當時嗰啲咁嘅災難冇發生喺自己頭上。當時中央隨便講句話，或者啲咁嘅醫學專家所謂鍾南山啊，佢隨便講個話就可以害死好多人。佢當時講，比如講三文魚啊，係咪涵蓋呢個病毒，幾多啲人做批發嘅人係或者傾家蕩產。我當時喺疫情3年，我睇到跳樓嘅事情啊，即係我附近啊，即係個屋村啊，係嘛好多即係我哋都住屋村啊嘛，屋村附近係嘛睇到跳樓嘅事情就有3個，就包括成功同唔成功嘅，呢啲都係親眼所見嚟喺深圳咁嘅情況。好啦，然後到咗末期係話經濟撐唔落去啦，就放開。其實放開都冇問題嘅，中國有即係有全世界最高嘅最多嘅退燒藥，布洛芬中國產量係最高嘅，其實一人俾一盒佢都冇問題。結果咧喺嗰個時候咧喺嗰個 moment 咧，全世界人都揾唔到布洛芬。你可以網上 check 下中國嘅日產量布洛芬即係包括布洛芬同其他退燒藥，一日可以產幾多？一日可以產2億片㗎，一年產量幾百個億㗎。喺嗰個時候結果咧一藥難求。我當時嘅布洛芬係因為當時我發生事情嘅前幾年存落嚟嘅。喺嗰個時候幾多老人死咗，即係我哋村希望我哋知一個老人一個接一個就死咗，包括我姐公即係我外公嘅阿哥，當然佢年紀係好大，但係平時身體力壯嘅。喺嗰個 moment 又係發咗燒之後冇藥，然後人就掛咗啦。當時你話講死幾多人我唔知，但係當時大家都知，當時火葬場係燒唔過嚟嘅嗰啲灰，有啲係幾個拉起一齊燒。咁大家想係統計下要死幾多人，就睇下火葬場啲咁嘅數據就知啦。其實呢個事情到依家講結束咗幾多年呢？結束到依家3年都唔到，大家都唔記得啦。再睇下今年4月份嘅時候，你官方就出咗個公告。4月份嘅時候，中國咧某個企業即係國企嚟嘅係嘛，佢就收到120萬份簡歷，但係佢只招幾多人？招8000人，120萬人係競選呢8000人嘅崗位，即係你有8000人招到之後咧，仲有1192000人係冇嘅。講個事情大家就最清楚啦，係嘛？人民日報我哋都知呢個報紙係做乜嘢，平時就吹喇叭，係嘛？喺個創戰過嘅人，從來都係講中國有幾好幾高，外國有幾差幾差呢個報紙。但係咧，人民日報呢幾日咧連續發文，係話講咩啊？不能因為部分經營主體感受唔好就否定整個經濟形勢。即係你睇標題，你唔使睇內容，你都知噶啦。如果中國形勢好，佢會講呢句話嗎？唔會講呢句話。哪怕形勢唔好，一般般，佢都唔會講呢句話。只有到咗呢個程度，呢個 moment 已經係好差咯，差到底咯，佢先會企出嚟講呢句話嘅，因為冇辦法。所以你就記下頭先數下49年到依家70幾年，你哋過咗幾年好日子，係嘛？自從呢個共產黨領導咗你哋之後，你哋得到咗咩嘢？你哋收穫咗咩嘢？而人哋咧，共產黨人哋又收穫咗咩嘢？所以我搞唔明普通人你有咩好慶祝？你講真係要國慶，邊一日共產黨冧咗嗰日嗰個節日，你叫國慶節咁仲差唔多。